急啊，好急啊！哎呀，同學唔好去住，你知唔知道廁所嘅歷史係點樣嘅咧？好急喎，唔緊要啊，我哋一齊去探討一下先啦。但係好急喎。最早嘅廁所可以追溯到大概5000年前，中國西安半坡村遺址發現咗一個好簡單嘅茅坑，即係人類最原始嘅廁所。呢啲茅坑通常畫喺屋外，附近放咗啲草皮或者木板用嚟遮住嘅。我都知道咧，喺當時嘅古埃及同埋古印度咧，貴族嘅屋企裏邊咧已經有專門嘅廁所，並且咧有呢個排水系統，顯示當時嘅居民咧已經有呢個基本嘅衞生概念。而喺美索不達米亞嘅文明咧，亦都有類似嘅排污設施。講到最具代表性嘅古代廁所咧，古羅馬肯定係一個好重要嘅例子。喺古羅馬時期咧，公共廁所已經係非常普及嘅，甚至成為當時嘅人咧社交聚會嘅場所。當時嘅廁所咧係一排排石凳嚟嘅，上面開咗個窿，啲人咧會直接坐喺嗰度如廁嘅，而污水咧就會經由地下水道排走。不過咧，當時其實係冇呢個沖水設備嘅。當時咧啲人會用一個濕咗嘅海綿去洗屁屁，而呢啲海綿甚至係共用嘅。另一方面，中國喺西周嘅時期，宮廷廁所已經開始使用流井，即係透過水流將污物帶走，算係一種早期嘅沖水式廁所。而喺漢朝時期，發明咗廁籌，即係類似今時今日嘅廁紙，但當時主要係貴族先可以有得用嘅。而去到呢個中世紀咧，歐洲嘅廁所環境咧竟然係倒退咗嘅，因為咧由於呢個城市化嘅關係咧，人口增加，但係當時咧就冇去完善到呢個排污系統，啲人咧會直接將啲噗噗咧掉落去個拋糞塔度，再掉出街嘅。咦，好污糟啊！係啊，當時咧就令到呢個城市嘅環境惡劣，疾病傳播。不過去到呢個16世紀嘅晚期咧，英國人約翰哈靈頓發明咗現代沖水式馬桶，大大提升咗呢個衞生標準。喺中國方面，唐宋時期已經有馬桶嘅概念，甚至有設計比較精緻嘅便器俾啲有錢人使用。去到今時今日咧，廁所已經進化到非常先進嘅階段，自動感應水龍頭、免喐式沖水系統，甚至咧有音樂同埋暖座功能嘅智能馬桶，都大大提升咗如廁嘅體驗。未來科學家更加研發環保型廁所，能夠分解人類嘅噗噗，轉化成肥料或者能源，減少污染。同時，部分國家開始推動無水廁所，喺缺水嘅地區提供可持續性嘅解決方案。哦，原來廁所歷史係咁樣嘅，你而家知啦，我知啦，甜我知。